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月1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9篇第1节到第5节，30节到36节，以赛亚书41章14节到20节，约翰福音第1章29节到34节。今天的主题是上帝的羔羊。上帝的羔羊英文是 The Lamb of God， 拉丁文是 Agnus Dei， 在神曲里面，在弥撒曲里头经常被音乐家所使用来作曲，那是因为上帝的羔羊在上帝的救恩上，在神学上，在信仰上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基督徒世人都是受造者，都是弱者，只有依靠强者，创造者上帝才能胜过一切的苦难，才能得救。台语的翻译，以赛亚先知以色列的弱就如同是虫一样，这个形容是非常渺小，非常的软弱的一个情形。以赛亚书41章14节到20节这样说道：上主说，以色列我的子民啊，你虽弱小，也不用害怕。我是救赎主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我要帮助你，我要把你当成打谷机，装上又新又利的尺，你要打碎山岭，毁灭他们。你要打碎小山，使他们成为灰尘。你要把他们拨扬起来，让风吹散，让飓风把他们刮走。但是你要欢喜，因为我是你的上主。你要赞美我以色列神圣的上帝。当我穷苦的子民寻求水喝，当他喉咙干渴，我上主要垂听他们的祷告。我以色列的上帝不遗弃他们。我要在荒山上使江河出现，在山谷中使泉水涌流。我要使沙漠有湖泊，使干地有水源。我要在沙漠中种植香柏树和金合欢树，也种番石榴树和橄榄树。旷野中将有松树、杉树和黄杨树。大家一看见就知道，我是上主，就成了这一切。他们会明白，以色列神圣的上帝使这事实现。人虽弱小，但是不用害怕。在圣经诗篇第8篇第4节当中，他也是这样子的提到：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。是的，人算什么？这么渺小，上帝竟顾念，只因为上帝爱世人。就如同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17节所说的，上帝那么的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
叫一切相信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上帝甚爱世人的证据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显明了。约翰福音第1章29节到34节提到了上帝的救赎透过耶稣基督成为了上帝的羔羊，他为世人献祭，他成就了上帝的救恩。圣经这样说道：上帝的羔羊。第2天，约翰看见耶稣迎面而来，就说：看啊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。这一切就是我说过，他在我以后来，却比我伟大，因为我出生以前，他已经存在的那一位。我并不认识他，现在我来用水施洗，为要让以色列人认识他。约翰又见证说：我看见圣灵像鸽子从天上降下来，落在他身上。我还是不认识他，但是那差遣我用水施洗的上帝对我说：你看见圣灵降下来，落在谁身上，谁就是那要用圣灵施洗的。我已经看见了，所以向你们证明，他就是上帝的儿子。上帝的羔羊除掉了世人的罪，这是救恩吗？保罗他告诉我们的，罪的代价就是死。那如果耶稣基督成了羔羊，要除掉人的罪，那么意思就是说，透过耶稣基督的羔羊就成了我们的拯救，目的是要让我们脱离罪的结局，脱离死亡，得到救恩。上帝的羔羊早就存在，不但如此，他还道成肉身，并且他领受了洗礼，受了膏抹。上帝就向世界宣告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借着耶稣基督上帝的羔羊之牺牲，他就成就了上帝的救恩。诗篇69篇第1节到第5节，呼求援助。上帝啊，求你救我！大水已经淹到我的脖子上了，我陷在泥坑中，没有立足的地方。我落在深水中，波涛淹没了我。我因呼救而精疲力竭，喉咙焦干我，为了仰望你的帮助而眼睛昏花。无故恨我的人